出于新冠疫情，即将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的冬奥会门票将不对公众出售。奥组委宣布，出于中国的新冠疫情，将于2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门票将不再发售，但门票将分发给指定的团体。在奥组委今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确保参加奥运会的参赛者和观众的安全。日本外相林芳正表示，他们将加强日美同盟和日本的防卫能力，以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林芳正强调了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并指出他们对中国在东突厥散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表示严重关切。据加拿大环球新闻电视台1月17日报道，由于北约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升级，加拿大已派特种部队到乌克兰。加媒体报道，部署该部队是北约为阻止俄军入侵所做出努力的一部分。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帮助制定计划，以便加拿大外交人员在俄军入侵时撤离。18日，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自该国1月大规模骚乱事件以来首次向该国人民发表讲话。纳扎尔巴耶夫表示，托卡耶夫是哈萨克斯坦总统，也是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还将当选祖国之光党主席。有关核心领导层有冲突和对抗的谣言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以色列传媒报道，当地警方怀疑使用间谍软件飞马监视民众，包括反对时任总统内塔尼亚胡的示威者。事件曝光后，国会要求展开调查。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国防工业国家委员会的声明，该委员会下属的无人机系统研究与生产中心已经开始生产名为拉沁的无人机。声明中指出，国产无人机可用于军用和民用需求，并强调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开发了民用和军用两用无人机生产项目。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部长在雅加达国会举行的新首都法案特别会上称，位于东加曼里丹省的新首都取名叫努山拉拉。他说，上周五这个法案获得总统认可。之所以选择努山达拉作为新首都名称，是因为它是印尼共和国的别称。